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王祖和，欢迎收看9月1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市府今年第3场大型竞赛活动，这届集合了92间的厂商，提供6870个职业欠缺，要帮助市民找头路、食头路。9月4号上午10点到下午2点，伫咧仁德大唐嘉年华购物中心登场，欢迎求职的民众亲自到现场找头路。由乐港桥职业训练就业服务中心的代言人公报演出一段求职的短剧，呼吁民众响应集团拟定的环保政策，除了会当坐公车以外，更会当骑 T-bike 来找头路。邀请市民朋友伫9月4号礼拜上午10点到下晡2点，到仁德大唐嘉年华购物中心参加就业博览会。这个就业博览会非常重要啊！因为我们把厂商的这个职缺集合起来，避免我们有需要工作的台南市市民一家一家去找啊，那是事倍功半的事情。但是呢，有时候我们也要非常感谢我们台南市的这个厂商他们投资台南让台南市有工作机会，我们要心存感激。我们每一个市民在公司服务的时候，也一定要非常卖力而且要尽忠职守协助资方把工作做好把生意做好。那当然，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希望资方能够听袖如钢伫就业博览会当天，现场要提供异国美食料理、青年创业成果展示、免费彩妆、美发、美甲服务，以及免费的模拟面试。而且当天到努力，阁有济考康要送予大家，欢迎想要找头路的民众踊跃前往。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社区大学今仔日爆料，因发现伫咧麻豆一个溪温周边的土壤混合着脆油的玻璃纤维、基板脆片、乌石粒仔等等。经过初步检验，有超标的金属成分。当时即马人风当咧吹，会造成大量的土沙飞起来。社区大学烦恼，恐惊会对附近的居民健康造成影响。气温低既然变作事业废弃物掩埋场，对社区大学提供的空中摄影影片会当看出来，这白白一片真明显不是自然土壤。更加恐怖的是，经过初步检验，用显微镜检查，就发现该土壤混合了脆油的玻璃纤维、基板脆片等等，这款成分有的比人的头毛加油。所以教授也真烦恼，这款物质会随风飞起来，被人体吸收，威胁到民众健康。这些污泥就其实就是玻璃纤维的微粒打在他们脸上的时候，他们会有刺痛然后回家会发痒然后后来我们就去做一些调查发现这边真的被埋了一些不明的污泥那这些不明的污泥其实里面我们来测到铬。还有测到镍，还测到溴，那这些玻璃纤维被搅成这么细小的微粒，其实会对居民产生很大的健康影响那这些玻璃纤维如果长期被吸入的话，是会引起细肺病所以我们呼吁我们台南市政府一定要非常重视这个案例啦。台南市环保局伫咧舞会当中也表示，今年8月份已经派人员现场会勘，目前先对地主开发6000块。而且会当连续开发，并要求限期改善，因也会持续追查厂商，查清楚废弃物的来源。这个案子的话是属于我们的玻璃纤维。那玻璃纤维现在是因为经济部公告的所谓的再利用的物质但是这个厂商它是没有经过一个再利用的合法的程序就进行非法的一个请弃那这个部分环保局会依照我们法令进行处分，那也会要求他要做一个改善
然后我们也是共同呼吁我们的市民大家共同来检举这种非法请弃就非法倾倒废弃物的，那也要呼吁我们这些再利用厂商一定要妥善处理绝对不可以再把我们这个再利用的物质当成废弃物一样来做请弃。事业废弃物放伫咧稀温地，社区大厦批评这款行为不可原谅。安尼做法不只是污染土地，而且更影响空气品质。环保局甲农业局拢应该爱采取强硬作为，来阻挡类似的手法一再发生。等新闻网之后采访报道。市府消费局开办23间日间小型作业场所，要让身心障碍朋友会当发挥作业的能力。为着要增加展示甲销售的管道，17间作业场所将伫9月2号开始到10月28号，每礼拜4、拜5，伫无障碍福利之家轮流摆摊，鼓励民众斗阵来设市集，用行动来支持。由皇家客人庇护中心带来的百家奖表演，为这次的活动开场。这项由社会局办理的小市集活动，主要是要协助身心障碍朋友，互因所做的产品会当有更较侪展示甲销售管道。所以将为9月2号开始到10月28号，每礼拜4甲拜5，下晡2点半到4点半，伫无障碍福利之家摆摊，一般市民朋友会当以行动来收听。从明天开始9月2号一直到10月底，大概有2个月的时间，我们盼望能够在这边，那让更多的市民朋友，让更多的很多的大众，他们能够走到我们身心障碍的朋友的这个摊位的前面。那最重要，也就是来到这个我们今天的这个地点无障碍之家，喜兰身心障碍朋友们手做的这一些摊位的市集。那希望能够帮他们，给他们信心，给他们机会。那这样子的一个手作产品，那能够透过这一个2个月的市集，那广为宣传，广为推导。17间身心障碍日间作业所将伫无障碍福利之家轮流驻点，包括有伫无盆栽、手工旁折、手工饼、串珠等等的贩卖，鼓励身心障碍朋友透过大工等作业训练，家己赚一寡所费，也提升因的身心功能。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长期支持爱心活动的台南光华高中甲昆山科技大学跨校合作，联手制作1000粒的画饼，要送予华山基金会长辈，希望予这寡长辈会当感受到社会对因的温暖甲过节的气氛。因为联动华山基金会服务理念，光华高中甲昆山科技大学餐饮系联手举办手作画饼送爱心活动。9月1号由光华高中餐饮管理科的学生到3工现场制作画饼。并且甲长辈互动，互学生对服务当中还是关怀社会弱势。这一次非常感谢有跟华山基金会这样做的一个合作。那最主要是想要让同学能够在跨领域的学习上面可以做一些合作。那尤其呢，用他们专业来服务我们这些独居的老人，我想这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份很大的启发跟收获。比如说，我们有参旅群的同学，那参旅同学呢，他们就会想说怎么样去帮老人家，然后做他们适合的那个内馅的那个就去月饼。那所以要符合养生，又要符合低糖，又要符合那个拒绝三高的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他们就想了好多的方式，然后来做内馅。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另外我们因为还有一个银发族活动管理学程的学生，那这些学生呢，因为他们不会做月饼，可是他们会用他们的服务的专业的部分，然后呢来帮忙参旅群的同学一起来共同来服务这些老人。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华山基金会以着在地人服务在地精神，也呼吁有爱心的朋友会当加入志工行列。那我们呢也预计呢，在中秋节前夕要发送2000份关怀礼给我们大台南区，就是长辈，让他们呢可以度过中秋节的一个温暖。
那因为呢，就是经济不景气的关系，我们呢关怀里尚缺5成，我们也希望呢透过光华高中与昆山科技大学这样抛砖引玉呢，藉由就是带动社会，就是一股善的一个回应，可以让更多社会大众可以将这个好的讯息或善的讯息传递下去。华山基金会专带总共有369个爱心天使站，服务在地独居老人，提供陪同就医、社区关怀甲物资精神服务。伫今年中秋节，基金会嘛为长辈准备了礼物，但因为物资无够，期待社会各界会当伸出援手，让每一位时代拢会当感受到爱关怀。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我们常说酒量好或不好，无论好或不好，喝酒应该要有参考值。男性每周不能超过14罐啤酒，或是半瓶多一点点的威士忌。女性适量饮酒的参考值就更少了。过量饮酒绝无好处。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国图剧场2016上届新的创作，改编国家文艺奖得奖者魏志兰的剧本。邀请梁志明导演为这出戏打造魔幻的气氛，而且由艺人郭子乾、唐崇盛、范瑞君联手合作，专台巡演。9月23号、24号这2天，将会来到台南文化中心演出。这个兄弟这出戏是国图剧场的全新创作，结合国家文艺奖得主纪伟然伫报奖杂志所发表的两部传奇的文章，改编成笑诼或者是黑暗悲伤的社会现况，一推出就引起热烈的讨论。记者会之间，台南市副市长吴宗盈嘛特别徛台来推荐这出戏。这几年大概是在寻找一个台湾的方向就是。他常常强调，就是只要有真情，一定可以找到曙光，一定可以找到方向这是整个对人的启发，或者是人生的光明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集团更特别的是，一个兄弟这出舞台剧只有4位演员来贯穿全场，演出的难度非常高。这出戏里面呢，搏命演出只是为了一个。剧作家交代说，他要看见台湾，对，然后他要飞起来，就他就被在剧中里面呢，被一个饰演黑道，这个家庭主大哥的女人，然后打的被追杀的那个感觉。然后中间呢，因为我有穿这个 OS， 然后他就在那边跳，跳起来之后呢，他就看见台湾，然后再跳起来之后呢，就看见台湾真是个美丽的烂摊，然后再跳起来之后呢，眼看这下子就死掉了。跳起来之后呢，他掉进一个堆满建材的垃圾桶里面。那跳起来之后呢，他就弹出去。短短的大概2分钟之内，他大概在弹簧床上面呢跳了大概有8次体操的那个蹦床啊。这个兄弟对今年6月开始演出都有相当好的回响。9月23、24两天将来到台南文化中心盛大演出，介意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台南一间专门制作人绳甲茶汤的店家，已经有超过100档的历史。有不少传统糕饼业者、包仔店等等，拢有需要用到人绳。所以台南侪知名店家所使用的人绳，拢是来自因的手头。即马因的好手艺，竟透过网络。互袂少外县市的人客也专工来落订单。
这对兄弟两个人分工，分别负责做人生的无同部位。因为80%以上拢是顺手工，需要真济制作时间。第二一工只会当做10个细的人生，所以产量并无大。但是两兄弟又完遵照顶一代后因的观念，坚持将这份为阿公时代的流传到今的100多档的工艺延续落去。本身我们已经传承到第3代，因为从阿公、爸爸到我们这一代，他们前面的精神就是说，他们是受日治教育，他们比较坚持的一点就是说，反正我已经做这个行业了啦，阿公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钟，他们就是说，有生意没生意还是坚持的做，不然的话，你像我们这种店，你常常你做一天休一天，做一天休一天，客人很快就流失掉，因为客人不一定什么时候会来。所以你还是要坚持你如果不坚持的话，很快这一家店就可能慢慢的，人家想说来找几次没有，就慢慢的把你遗忘掉。因为台湾的木材有限，所以材料大部分来自加拿大、辽国、越南等所在，不但无泡过化学药水，袂有歹片的气味，而且真材实料，工法有路。若是有倒位歹去，佫会当摕来修理，所以也得到顾客的信任。第一，我们的工法跟做法比较不一样我们东西是属于真材实料了。不给客人偷工减料。第二，你使用上有什么问题，没关系，你可以拿回来跟我们反映，我们一定全力帮你负责弄到好。因为本身出去的东西，爸爸的观念就是说，人家花钱来跟我们买东西，绝对要让人家能够用，不是说你买回去你坏掉马上坏掉，你说你不管人家，这样子第一你信誉也不好。第二，你风评也不好，大家就对你这一家店没有信心，所以我们是坚持说，你买我们的东西绝对有售后服务。在延续传统的同时，业者也曾经接到顾客的询问，试看卖做文创商品，但是说因为介绍的关系，较无法度被普遍接受。虽然安尼，不过有真侪人现在依然坚持用人参揣包揣粿，所以订单一直无停过，甚至透过网络一个报一个，好袂少外县市的民众甲店家，拢特别敲来落订单，拍出好口碑。但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在台湾设立将近4档的汽车美容公司，第19间分店就设立在台南知名百货公司的地下停车场。除了有基本的洗车、车内整理以外，也佫有规套的汽车护理产品，让消费者在咧设计的同时，嘛会当把车整理好水水水。在全台已经有19间分店的汽车美容公司，普遍设立在百货公司甲量贩店，为人客提供洗车、拍蜡等等的服务，而且佫有 SGS 认证、9H 镀膜服务，有控制外线、防止透刷粉、甲生护等等的功能。我们引进了最新的技术呢，是 Top One 的救急钛涂层的一个防护。那我们的这支钛涂层的部分呢，它可以达到9H 的效果。这个9H 是经过 SGS 的一个送检，经过 SGS 的一个认证。那涂抹在我们的车机上面的话，多一层防护的话呢，它可以降低我们刮伤的几率。那我们在现场都会有一些车门做一个敲打的示范，给我们的顾客去体验。那这个9H 的部分呢，目前也是全台湾唯一通过 SGS 认证的一个镀膜产品。另外，要车窗玻璃的防护涂层，好雨水真歹停伫玻璃表面，伫落雨开车的时阵，会当看较清楚，更较安全。我们第2项的特色呢，就是我们的微粒镀膜，它是所谓我们的一个玻璃的镀膜，那它可以非常有效的去防止一个眩光，还有一个紫外线，然后以及防止我们玻璃水斑的造成。那我们在做这个玻璃镀膜的时候，我们提供的话是1年的保固，免费的维护，不限次数。所以方便我们客户到了我们的原百店，到达我们各场地去用餐的时候呢，或者是来逛街的时候呢，都可以顺带把玻璃再做一个整理。
开车的时候呢，视线上面呢都会比较清楚。业者强调，因是全台唯一一间甲银行合作旅游保证的汽车备用公司，因所提供的旅游券无使用期限，伫全台门市拢会当使用。但新闻炸山林根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天气是乌阴、济云、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温度27度至29度，落雨几率是7成。海面平均风力5级到6级，上大阵风8级。感谢你收看9月1號禮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王祖和，咱再會。